嗨，大家好，我是坦平树。今天是2025年9月15号，这一期我们继续聊聊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看一看乌克兰战场上也有什么变化。今天是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第1300天，也是乌军进入库尔斯克的第406天。乌军总司令谢尔斯基说乌克兰国防军导弹部队和炮兵部队正在昼夜不停地摧毁敌人。自今年初以来，已摧毁11175套入侵者的火炮系统。9月14日凌晨乌克兰无人机部队第14无人机团操作员与特种作战部队协同成功袭击了俄罗斯第2大炼油厂，位于列宁格勒州的叫基里西炼油厂。该炼油厂离乌克兰国界超过800公里。这个基里西炼油厂是圣彼得堡以及列宁格勒州、诺夫哥罗德州和普斯科夫州的主要石油产品供应商，其年加工能力超过2000万吨，是继鄂木斯克炼油厂之后俄罗斯第2大炼油厂。该工厂生产汽油、柴油、燃油、航空燃料等80种石油产品，并且它是直接向俄罗斯军队提供燃料。无人机袭击导致该设施发生大火，卫星监测数据证实了这一情况，战斗损失评估正在进行中。当然在乌克兰最近针对俄罗斯能源设施的一系列袭击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圣彼得堡附近莫斯科港。该港上个月平均每天装载115万桶石油和33万桶柴油，日贸易额达到1亿美元。一同被击中的还有2艘影子舰队的油轮，叫库斯托号和彩云号。普里莫斯克港是俄罗斯影子舰队的重要枢纽。在遭到袭击后，普里莫斯港已被停止运营。初步估计这将导致俄罗斯政府预算收入每天减少4100万美元。普里莫斯克港是俄罗斯最大的石油出口港，而这已经不是第一个遭到乌军攻击的俄罗斯能源出口港。乌斯季罗加港和新罗西斯克港等此前均遭到攻击。德鲁日巴石油管道、天然气设施也不断被袭击，还有那些莫名爆炸的影子舰队油轮。很显然这个乌克兰有计划的打击俄罗斯的能源出口能力，包括但不限于原油、天然气和成品油，破坏俄罗斯的战争能力，撕烂克里姆林宫的钱袋子。整个8月份已经确认的乌克兰无人机和导弹袭击俄罗斯地图记录了45起事件，目标包括8个油库和天然气设施、14个炼油厂、2个机场、12个铁路站点、3个港口和仓库，以及6家国防工业企业。这个还没完在巴什科尔托斯坦，乌克兰国防部情报总局无人机打击了距离乌克兰1500公里深处的叫诺沃乌法炼油厂。无人机击中该厂后产区内发生了强烈爆炸，并引发大规模火灾。据初步消息，原油初级加工的真空蒸馏塔遭到严重损坏，说明乌克兰的这个远程打击能力越来越强。这个1500公里让俄罗斯这个防不胜防首尾难顾。在俄罗斯莫斯科一个跟军事有关的厂房发生特大火灾，据知情人透露，这又是烟头惹的祸。根据媒体报道说乌克兰近期频繁采用无人机群战术，试图通过数量优势突破俄罗斯防空体系。这种战术的核心是利用廉价无人机的蜂群效应，使俄军防空系统因应付大量目标而陷入超负荷状态。9月12日的袭击中，乌克兰动用300架无人机，目标覆盖俄罗斯的莫斯科、沃罗涅日、斯摩棱斯克等14个地区，甚至包括克里米亚、卢甘斯克和顿涅茨克的俄军目标。为应对这一威胁，俄罗斯防空系统加强了协同作战，运用多种拦截手段进行精准打击。这个特朗普的这个乌克兰特使叫凯洛格他说乌克兰无人机技术已经超越美国。美国退役陆军中将、现任白宫乌克兰问题特使凯洛格在2025承诺峰会上敦促要确保与乌克兰技术交流，因为乌克兰无人机技术已超越美国。凯洛格指出乌克兰已成为无人机技术领域的世界领先者，并在该领域大幅领先美国。我们落后了，被远远抛在后面。每个时代的战争都有其主角，曾经是火炮，曾经是航母，现在是无人机。这个凯洛格还说他说
我探访过一些乌克兰指挥中心，观察过他们的指挥方式，就如同电子游戏一样，击毁一辆坦克就像开一罐可乐，这真的改变了战场的天平。乌克兰人做得非常出色，他们在这里取得了巨大成就。凯勒格赞叹道：“美国人啊，对乌克兰人的无人机技术、无人机战术是赞不绝口啊！”根据乌克兰方面的消息啊，昨天俄罗斯向乌克兰领空发射164架无人机，一枚导弹袭击乌克兰多地，乌军击落137架无人机，摧毁详情仍有待公布。随后，乌克兰军队动用数百架无人机对俄本土发起新一轮空袭，打击范围涉及维特尔等多个地区，并使用弹道导弹打击了黑海舰队残部聚集地新罗西斯克港。这个乌军啊，甚至用无人机啊打击了这个加里宁格勒。也就是这个加里宁格勒啊，是俄罗斯的一块飞地。乌军要打击这个加里宁格勒的话，他应该要飞越波兰的领空啊，那就意味着波兰啊已经允许乌军啊借助他的领空实施对加里宁格勒的打击，也就是向其开放领空啊。这个恐怕是波兰啊对俄罗斯无人机袭击的一种回应，或者是一种惩罚呀。我们再看外交国际援助啊，罗马尼亚成为第2个发现俄罗斯无人机入侵领空的北约国家。罗马尼亚表示啊，一架俄罗斯无人机入侵其领空，成为第2个报告类似事件的北约国家。罗马尼亚国防部声称，上周六罗方战机在空中监控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攻击行动时，成功追踪到无人机靠近乌克兰南部边境的位置。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这次入侵不可能是意外，是俄罗斯明显的战争扩张行为。俄罗斯方面尚未对罗方说法作出回应。罗马尼亚国防部在声明中指出，当2架 F-16战机在监控与乌克兰接壤边境时，发现了这架无人机。比较有意思的是啊，这架无人机啊深入罗马尼亚境内10公里，它一共在北约领空内停留了大约50分钟。很明显啊，这种入侵不能被解释为错误或基层指挥官单独行动，实际上就是北约啊对俄罗斯入侵波兰领空啊回应比较软弱，所以俄罗斯啊就继续升级啊，继续试探。北约的回应越软弱，越没有实质性的动作，那么接下来普京恐怕还要进行其他方面的试探啊。这一次啊，他说是误操作或者是其他的原因导致这个无人机啊飞入北约的领空，下一次啊恐怕就是误操作导致轰炸。你看这2次啊，虽然这个无人机飞入北约领，但是没有引起灾难，没有轰炸，下一次恐怕就要轰炸目标。当然理由一样啊，借口一样，都是误操作。先不承认，等你找到证据之后，他说是误操作，无非就是拿定了这个北约啊不敢怎么样。所以这个泽连斯基啊，他在14号表示啊，他说当这样的信号必须得到回应，没有人希望战争扩大，而且乌克兰也不是北约成员国，但北约必须对此做出强硬的回应。不光是北约啊没有这个很强硬的回应，最主要是特朗普。这个北约啊为首的就是美国，所以特朗普的表态至关重要。而特朗普本人呢，先是给俄罗斯洗地，说俄罗斯也可能是误操作，结果被这个波兰人揭穿了，用事实啊打脸，粉碎了这个俄罗斯人的狡辩啊。因为这个无人机啊，它要有这个网络信号，这个飞到波兰的这个无人机啊，已经被波兰人发现，那里面用了波兰的这个运营商的卡，也就是说啊，这19架无人机进入波兰是有预谋的。也就是特朗普的这个沉默，甚至为普京啊开脱，所以这个就鼓励了普京啊。所以接下来就是再次侵犯罗马尼亚的领空。路透社报道啊，他说特朗普至今拒绝公开要求俄总统普京对这个俄罗斯的无人机啊侵犯波兰领空负责，其态度令北约欧洲成员国深感失望，进而对美国在俄罗斯真发动袭击时能否兑现保卫承诺产生质疑。这个路透社分析指出啊，特朗普对此事的相对沉默，以及将其成为俄罗斯失误的回应，再次让外界普遍认为美国不愿为欧洲盟友的安全承担更多责任，包括向乌克兰提供更多援助。这一表现也被解读为特朗普因商人出身而务实的考量，为实现让美国再次伟大的目标，不愿因乌克兰危机和欧洲的担忧而激怒普京，不愿为此付出更多成本。有观点认为啊，俄乌冲突已持续3年多，俄罗斯在持续面临制裁的情况下，经济不仅未下滑，反而有所回升，目前已逐渐具备精力，开始频繁试探北约的军事能力以及美国的共同防御决心。所以说啊，欧洲人呢应该尽早的醒过来，指望着美国，指望特朗普，至少现在是不靠谱。为了支持乌克兰啊，抗击俄罗斯的侵略，欧盟啊现在已经做出了一些这个新的动作啊。根据这个政客新闻网9
9月12日报道说，欧盟委员会啊，为了借钱给乌克兰，为了支援乌克兰的这个反抗，专门创造性的搞了一个金融方案，或者叫借款方案。它这个借款方案其实挺简单就是由欧盟出面担保，发行战争赔款预支券金融工具。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发行这个战争这个债券它这个债券是由欧盟担保的，也就是说为乌克兰募集资金。乌克兰如果还不了，那么欧盟负责还，这就是欧盟出面担保。也就是说乌克兰对这笔钱是有偿还义务，不是免费的，是要还这笔钱。那大家都知道那就要知道这个你的还款来源，然后你的担保物是，他现在担保物就是欧盟的担保，有了担保物，对吧？欧盟的信誉做担保，那你的还款来源呢？你乌克兰拿什么钱还呢？这个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为他设计的乌克兰的还款来源居然是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赔款。那有人就说了，那俄罗斯跟乌克兰战打到现在八字还没一撇，俄罗斯还不一定输呢，凭什么就认为俄罗斯会给乌克兰钱？所以这又涉及到俄罗斯的主权基金在欧盟被冻结，大概有2000多亿。这个钱在欧盟人手上，人家现在不动用这笔，但是这个钱又成了反担保，就是欧盟给乌克兰人担保，然后欧盟要拿这个钱来给欧盟担保。简单点说就是现在欧盟不用动用俄罗斯被冻结在欧盟的这些钱，2000多亿美金，所以避免引起法律纠纷对吧？毕竟你欧盟直接把人家这个存在你这儿的主权基金，你把人家给没收，这个对吧？对欧盟，所以他这个钱先不动，冻结在这儿，然后由欧盟借钱给乌克兰。乌克兰名义上要还这个钱的，但是他还款来源是俄罗斯的战争赔款。如果这个战争赔款没有，或者是遥遥无期，那乌克兰就没钱赔，那就由欧盟赔，欧盟就拿这个俄罗斯的冻结的资金来，就这么简单所以他相当于绕了一下，既避免了欧盟直接把这个俄罗斯的资金冻结的资金把它划给乌克兰，这样产生法律问题又支持了乌克兰。对乌克兰来说呢，没有任何风险，反正有钱给他花，这个钱谁给的都不重要。对欧盟来说呢，他承担风险，但是那边由俄罗斯的这个资产冻结在那儿做担保。总之来来回回花的就是俄罗斯人的钱。看样子这个仗打下去你俄罗斯不赔钱也得赔钱。这个冯德莱恩还表示将向乌克兰日益知名的无人机产业投资70亿美元，这笔资金是在乌克兰国防部长估算基辅需要60亿美元来覆盖无人机成本之后提出的。资金来源被用于这个被冻结俄罗斯资产的利息，也就是俄罗斯被冻结的资产，它的本金被人惦记上了，利息呢那就直接开始花了。根据这个路透社说，乌克兰新闻网报道说，乌克兰国防部长施米加尔当地时间13日透露，若俄乌冲突持续，乌克兰2026年将至少需要1200亿美元国防开支。这笔资金对于维持防线、生产更多无人机和其他武器、保护领空以及阻止俄罗斯发动进一步攻势至关重要。在现在美国对欧洲的这个安全已经是3心2意。在这个背景下，欧盟和乌克兰的关系已经发生转变。我们在2022年俄罗斯侵略乌克兰刚开始的时候，你可以认为乌克兰对吧，这个是处于一种求援对吧？欧盟对乌克兰那是一种某种程度的施舍，或者是尽某种道义，履行某种义务。但现在已经完全变了，乌克兰逐渐的变成欧盟的一个伙伴，欧盟赖以这个依靠的一个重要力量。你没有发现吗？这个特朗普和美国一旦撤出欧洲，他现在这个态度就连俄罗斯侵略波兰的领空，这个特朗普和美国都表态，你敢保证这个北约的第5条款会起作用吗？如果哪一天俄罗斯真的要揍波兰或者波罗的海3国，谁能保证特朗普会出兵对吧？会履行那个北约的第5条共同防御？这个保不齐所以欧洲人现在看明白了，一旦看明白了，他就发现乌克兰是他强有力的，所以他跟乌克兰之间是互相合作了，他要武装乌克兰，给乌克兰提供资金、提供援助、提供炮弹。目前只有乌克兰人可以抵抗拖俄罗斯的这个侵略，消耗俄罗斯对吧？未来乌克兰加入欧盟对吧？有乌克兰这样的无人机的技术，乌克兰这样跟俄罗斯斗争的经验、战场实战经验，那么未来的对欧盟的这个安全保障，那乌克兰是会起关键性作用。所以正因为这一点这个乌克兰的这个地位慢慢发生变化，已经不是单纯的接受欧盟的这个捐赠或者援助，现在已经变成伙伴。你看这个波兰的总理图斯克表示，将与乌克兰联合生产最新的反无人机系统和防空武器，资金主要由欧洲投资。这个泽连斯基还提议要跟北约、欧洲这些国家联合打造这个防空系统，共同保护欧洲的天空。也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欧洲掀起新一轮援乌潮，德国超越美国，成为乌克兰最大的军事支持者。不光是德国包括瑞典、
典、丹麦、芬兰，他们在2025年啊，对乌克兰的这个军事援助啊，都是大幅度。波兰的外交部长希克尔斯基说啊，向乌克兰承诺的安全保障不会奏效。什么意思啊？就是在那儿谈那些花里胡哨的，向乌克兰派部队呀，又是这个又是那个的，没有用。他说我们必须继续向乌克兰提供武器，这是唯一正确的选择，也就是武装乌克兰，让乌克兰强大起来，这是最直接的，对吧？有钱的出钱，没钱的出武器。我们再看看这个特朗普出的馊主意啊，他要求北约成员国啊，对吧？首先第一个是统一行动啊，都不从俄罗斯进口石油天然气，这个还好说一点。然后同时啊，他又要求这些国家一起，对吧？对2个印度啊制裁，2级关税50%到100%，然后等到这个俄罗斯，对吧？这个签署这个和平协议之后再恢复，也就是再取消制裁。这个显然啊，昨天咱们节目都说了，这个给人感觉特朗普更像是明知不可为，对吧？明明知道这办不到，那他这么提这个一个要求呢，提一个大家都办不到的要求，无非就是想转移视线，对吧？要甩锅，对吧？用来掩盖啊，他不敢对俄罗斯真正的制裁，不敢对普京啊玩狠的，不敢得罪，只是把这锅啊甩到北约成员国上。根据媒体报道啊，欧盟啊果断的拒绝了特朗普的这一要求。这个欧洲人取以代之的是对俄罗斯的第19项，就是第19轮制裁方案。德国总统提议欧盟和北约啊，就实际上它是北约啊，因为那个土耳其啊还有好多国家它不是欧盟，对吧？但它属于北约，北约覆盖的范围广。你比如英国，它也不是欧盟，但它也是北约，所以特朗普啊就拿北约说事，对吧？对2个印度啊征收高达100%的惩罚性关税，以向俄罗斯施压。德国商报14日称啊，说欧洲人拒绝特朗普的这一提，并希望采取不同的策略，就是第19轮制裁方案。周五，7国集团财长在视频会议上讨论了美国的提议，这项关税提议遭到了欧洲人的普遍反对。一方面，他们欢迎特朗普似乎对俄罗斯失去耐心，并与其盟友一道希望加强制裁；另一方面，他们不想危及于2个印度的贸易关系。布鲁塞尔也认为，这项关税倡议是特朗普试图转移人们对其自身制裁问题上的不作为的注意力。特朗普的要求使欧洲啊陷入两难境地：一方面，布鲁塞尔希望加大对莫斯科的压力，并与乌克兰保持团结；另一方面，正如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地缘经济专家德马赖斯所言，100%的关税完全不切实，这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要求。希望合作伙伴会说不。这个特朗普还一再声明啊，这是拜登的战争，这是泽连斯基的战争。那么泽连斯基啊给予回应啊，泽连斯基明确支持特朗普呼吁北约国家停止采购俄罗斯石油的提议，称减少对俄石油消费必将削弱其战争能力，打击俄罗斯石油及能源贸易是关键目标。对于特朗普将战争归为拜登和泽连斯基的战争，泽连斯基予以反驳，直言这只是一场俄罗斯的战争，是普京的战争。这个特朗普确实啊是玩了一个花枪，对吧？把这些国家都当傻子耍。实际上这个2级制裁啊看上去很美好，很难落实，对吧？与其死抓着这个难以落实的2级制裁，不如另辟蹊径。什么另辟？实际上就是加强现在的做法，2手抓。哪2手呢？一个就是支持乌克兰，打击俄罗斯的炼油厂，持续打击，绝不停止，对吧？帮助乌克兰升级它的提高它的远程打击能力和远程打击效果，对吧？持续不断的对俄罗斯的输油管道、天然气管道、炼油厂、储油设施、码头不间断的打击，对吧？你老打击了，它生产跟不上，不是一个道理，谁还能去买得了？这是第二个，美西方要联手，要压低油价，对吧？压低油价有2个方面，一个压低它的市场价，那就希望这个欧佩克啊或者其他的产业国要加大马力生产。第二个呢，就是要给俄罗斯的油限价，我看现在都在限在47.5块啊，现在7国集团啊准备对俄罗斯的这个油价限制在47.5块，甚至可以进一步限制到40块钱。哎，这个2个印度它没有什么怨言，对吧？如果你高于$40的1桶的价格买，那就制裁你啊，这个说得过去吧？所以这样的情况下，一边是乌克兰人不停的打击俄罗斯的这个炼油能、采油能、输出能，一方面是压低这个它的市场价，导致俄罗斯啊它生产原油它越卖越亏，就像在抽血。那这样啊假以时日，对吧？有个半年俄罗斯就扛不住了，它所有的炼油企业都会倒闭，不让它倒闭，那国家填让它采油，对吧？它采油成本是$501桶，结果它卖出去是$40，哪个企业能扛得住啊？卖的越多亏的越多。俄罗斯现在财政亏空非常，对吧？因为它军费啊飙升，这个时候再拿钱去贴这些石油企业，那就屋漏偏逢连夜雨。我觉得这个是切实可行的办法。乌克兰人通过这2个月啊持续不断的打击俄罗斯的炼油厂，导致俄罗斯国内现在汽油、柴油，对吧？不仅价格飞涨，而且还缺，产生油荒。所以说要给乌克兰啊提高它的打击能力、打击的精度，对吧？降低乌克兰打击的成本，然后给俄罗斯造成更大的伤。这个特朗普现在这个做法
法啊，多多少少有点绑架北约的，对吧？特朗普自己发起了这个贸易战，现在感觉他没有底，胜算不足啊，也就是他也遭到了2个印度的反对抵抗，所以特朗普现在越来越吃力，所以他拉着北约这么多国家一起来跟这个2个印度干。问题是特朗普在关税上面把日本、韩国、欧盟都得罪了，完了之后你又要欧盟来跟2个印度对着干，人欧盟凭啥呀？对吧？你在欧盟这儿把人砍了一刀，完了让欧盟跟你一起上砍另外的2个印度，欧盟有人家的打算了。我们按照互联网人的说法啊，就是特朗普他夹带私货，这哪行呢？当然了，我们也希望啊，2个印度逐渐减少，对吧？从俄罗斯的这个石油贸易，对吧？要逐月压缩。好，我们这期节目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谢谢大家。